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那我们一起站立。今天你喜乐吗？今天你有盼望吗？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他问了我们说：我们的盼望和喜乐，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能站立得住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只有口里说阿们，心里阿们。这个时候你要发出你呐喊的声音，大声的说阿们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在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，他们在耶利哥城的门口的时候，第7天他们围绕城墙的时候，约书亚说：呼喊吧，因为上帝已经将这城交给我们了。所以那个是信心的宣告。所以我再次问说：你有盼望？你有喜乐吗？你要大声的来说阿们。你有盼望吗？阿们。你有喜乐吗？哈利路亚！启示录这样说：我又看见又听见，宝座并与活物与长老在周围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大声的说：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智慧、丰富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，都说：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的主耶稣是配得一切的至圣尊荣。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。耶稣，你配得至圣尊荣。耶稣，当受最高赞美。尊崇
你永远的光，是你永远的荣耀。圣经说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。主啊，你就是这光。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我愿一生来追寻。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照亮我心。我主耶稣，我主耶稣，永远的光，温暖我心田，使我盼望，不再迷惘，不再愁烦。我心要执着于你。你是我永远的光，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我愿一生来追寻。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照亮我心。我主耶稣永远的光，我主耶稣永远的光，温暖我心田，使我盼望，不再迷惘，不再愁烦。我心要执着于你。是我永远的光，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我愿一生来追寻。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照亮我心。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我愿一生来追寻。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照亮我心，照亮我心，照亮我心。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时候要来一起来祷告，将你自己完全要交托在主的手上，向他祷告说：主，愿你做我永远的光。圣灵啊，求你永远光照我。我们这时候请大家一起开口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上面的恩典，主啊，求你亲自浇灌我们，主啊，愿你成为我们永远的光，愿我们不断追寻的道路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受用主，让我们日日称颂，主啊，因为你救赎了我们，带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主啊，求你亲自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继续朝着你的光前赞美进。你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愿你保守我们的心。主啊，使我们能常记住主你的恩惠。你在创世以前，你就拣选了我们属你，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愿意为我们舍命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恩慈，也愿你使我们常常能学像你，使我们一生能恩慈良善像你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我的心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
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，医治你疾病复原。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，为受屈的人伸冤。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？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？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？我的心有多么的远？他是我的过犯，也离我多远？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他是我的神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他是我的神。恩典的主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你的宽容忍耐是要我们回悟我们的过去，来到你的宝座前。主啊，你的恩慈良善显明你对我们永远的应许。然而主啊，求你使我们能做你恩慈良善的仆人，到见里面的时候都毫无指责。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